一場大火燒穿咗香港冷漠呢個刻板印象，151條人命，4800人冇咗個家，但係數字背後係你未見過嘅香港速度同溫度。我做過救護員，見過災難現場有幾失控，但係香港人用行動話俾你聽咩叫專業級自救。市民自己整安全地圖，紅色變綠色就係生路，物資跟尺碼分好類，連細路仔幾高都標清楚。呢啲唔係慌失失，呢啲係寫入 DNA 嘅秩序。消防員搏命救貓狗，市民通宵排隊捐血，生命平等已經變咗肌肉記憶。火災之後24個鐘，由物資到心理輔導，成個系統自己識喐。你以為係混亂，其實係最高效嘅自我組織。成日話香港老啦，問題多，但係一個城市真正嘅生命力，唔係睇佢繁華嗰陣有幾靚，係睇佢危急關頭嘅本能反應。有錢可以起高樓，有秩序先至可以喺火場入面冇人踩人。有繁華可以撐場面，有底線先至可以喺災難入面唔放棄任何一條生命。呢種文明唔係政府教嘅，係一代人用時間同經歷磨出嚟嘅集體默契。獅子山精神從來都唔係口號，佢係火災之後第一時間普通人企出嚟做嘅每一件小事，係物資站嘅義工，係捐血車前面條隊，係安全地圖上面每一個更新嘅綠點。繁華會落幕，樓會舊，但係文明底線就得一條，災難之中唔會拋棄任何生命。呢條片唔係叫你讚香港有幾好，係提你一個城市真正嘅實力，永遠唔係睇佢平時有幾威，係睇佢最亂嗰陣仲有冇底線。願香港平安，始終有光。願呢座城市嘅溫度與秩序長存於每一次呼吸之中。